各位，香港大埔宏福苑大火造成至少128人死亡，約80人受傷，仍然有約200人失蹤。香港特區政府朝早舉行悼念儀式，悼念火災罹難者。中聯辦主任周濟、中央港澳辦副主任龍容、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等人出席。香港政府總部東翼前地今日朝早8點舉行儀式，悼念大埔宏福苑火災罹難者。香港行政長官李家超同一眾香港政府主要官員等出席。來港協助開展救災工作嘅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分管日常工作嘅副主任徐啟芳、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香港中聯辦主任周濟、中央港澳辦、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龍容亦都有出席。儀式開始時，先升國旗同香港區旗，現場奏唱國歌。國旗、區旗升至旗杆頂後，再下半旗，全場默哀3分鐘，沉痛哀悼火災罹難者。全香港政府建築物同設施，包括政府駐境外辦事處嘅國旗同區旗，亦都由今日起到下星期一下半旗致哀。當局喺全港18區設置吊唁處。哀悼期間，政府官員會減少出席非必要公開活動。所有政府主辦嘅慶祝活動將會取消或者延期。多個中央駐港機構同解放軍駐港部隊等，亦都舉行下半旗同默哀儀式。大埔宏福苑今個月26號發生致命大火，造成嚴重傷亡。多個部門繼續調查事件。大批身穿白色防護衣物嘅警方災難遇害者辨認組人員，今朝早到火災現場搜證。早前警方以涉嫌誤殺拘捕嘅3名宏福苑維修工程公司負責人，已經獲准保釋候查。廉政公署亦都已經拘捕8人，當中包括屋苑維修工程嘅顧問公司董事同棚架工程分判商，調查維修工程有冇涉及貪污。今次火災有聲音質疑大火源頭係有工人喺棚架上吸煙。香港傳媒報導指，有正進行大型維修工程嘅屋苑業主立案法團話，承建商將推出新措施，要求工人上棚前需要搜身，禁止帶煙同打火機上棚，亦都會推設舉報機制，若果舉報成功，可獲2000元獎金。澳廣視記者周麗儀報導。內地各地亦都關注香港大埔火災，貴州省榕江縣舉辦捐款活動，幾千名民眾到場。佢哋指榕江縣早前遭遇嚴重洪災，當時香港亦都及時伸出援手捐助，希望今次可以盡微薄之力，香港可以早日恢復。別人也來幫助我們，但是我們呢，幫我們來㗎，我們沒得過要跟別人來幫助，都在田中慢慢地靠起來，加油加油！捐款活動係星期4晚喺當地嘅村超足球場舉行，由榕江縣紅十字會發起，有幾千人參加，包括小學生、長者同村超球員等。所有善款將會轉至香港紅十字會，全程公開透明可查。貝澳高樓林立，一旦發生火警，掌握正確嘅逃生知識至關重要。消防局表示，逃生嘅時候應該優先選擇撤離建築物，切勿因為一時猶豫而延誤時機。同時，務必要記得帶齊逃生三寶。學校、寫字樓、住宅，澳門隨處可見高樓大廈。當遇到火警嘅時候，應該點樣逃生？消防局副消防區長鍾俊華話：火警發生嘅時候，無論係咪知道起火位置，都應該優先選擇垂直逃生嘅方式，即係經樓梯落樓逃生，撤離建築物。優先確保自身嘅安全。火警時保持冷靜，小火處理，大火快逃，濃煙暫避，等待救援。逃生嘅過程絕對唔可以乘搭電梯，要使用建築物嘅樓梯進行垂直嘅疏散。如果逃生通道已經充斥濃煙，我哋應該保持低姿勢嘅移動方式，用濕毛巾揞住口鼻，防止吸入呢個濃煙。
而被稱為逃生三寶嘅手機、鎖匙同埋濕毛巾都係唔可以缺少。鍾俊華話：如果火勢已經蔓延到唔能夠控制嘅情況，就應該果斷放棄撤離，返回住所暫避，盡快撥打119或者120報警，並清楚說明所在位置，等待救援。而喺逃生嘅過程，我哋遇到濃煙嘅話呢，我哋唔可以盲目去逃生，我哋應該翻自己嘅單位，選擇一個水平嘅逃生方式。呢個時候，閂好屋企嘅單位門，用膠紙或者係濕毛巾封好我哋嘅門啊，防止煙霧進入我嘅單位。消防局又呼籲廣大市民應該時刻關注自身樓宇嘅消防安全情況，並注意用火、用電同埋用燃氣嘅安全，熟悉身處環境嘅逃生路線，共同做好社區消防安全。澳廣視記者鄭順燕報道。16浦娛樂場已經喺尋晚正式結束營運，博彩監察協調局表示，有關工作順利完成。16浦娛樂場喺11月28號夜晚11點59分正式結束營運。博彩監察協調局隨即進行賭台以及博彩機嘅停運程序，協調各部門跟進場地清退等相關事宜。澳娛綜合早前指，經全面審慎評估之後，決定唔再收購16浦娛樂場所在物業嘅意向計劃，場內嘅賭台以及博彩機將會重新調配至澳娛綜合經營嘅其他娛樂場繼續運作。員工安置方面，由澳娛綜合聘用嘅本地僱員將會繼續受僱，非澳娛綜合聘用嘅本地僱員將會獲邀申請集團內相關空缺崗位，並可以喺相同條件下獲優先聘用。澳廣視記者麥家寶報導。飛機製造商空中巴士公司要求 A320 系列飛機更新軟件，民航局表示已經即時指示澳門航空評估同跟進事件。澳航表示今日內將對受影響嘅12架飛機完成軟件升級。民航局表示，澳門航空喺收到空中巴士公司嘅通知之後，已經即時對受影響嘅飛機進行必要嘅軟件更新，並對受影響嘅航班作出適當調度安排，盡量減少對旅客造成不便。當局會持續監察事件，確保航班服務嘅營運安全。澳門航空回覆本台查詢嘅時候話，將會喺今日內對受影響嘅12架飛機全部完成軟件升級，預計有少量航班受影響而延誤。歐洲飛機製造商空中巴士表示，旗下 A320 系列客機因為飛行控制軟件容易受強烈太陽輻射影響，必須立即進行更正措施，要求相關客機暫時停飛。外電估計涉及大約6000架飛機。全球多間航空公司指，受事件影響，部分航班要取消或者延誤。歐洲飛機製造商空中巴士星期五話，喺調查近日一宗涉及 A320 系列客機嘅事件時，發現強烈太陽輻射可能會破壞飛行控制系統運作所依賴嘅關鍵數據，因此公司決定同多個航空管理部門聯合發出警報，要求相關客機緊急停飛，以便修復軟件。空中巴士話，大部分受影響客機只需要回復到之前嘅軟件版本就可以。預料每架客機需要幾個鐘修復，但由於有過千架客機需要修復軟件，成個流程預計需要幾個星期。外電就話，估計大約6000架飛機受到影響，涉及全球過半現役機隊。又話呢一次係空中巴士55年嚟最大規模嘅召回事件。受事件影響，全球多間航空公司，包括美國、印度、德國、新西蘭同日本等都話部分航班需要取消或延誤。據報空中巴士提及嘅事件係美國捷藍航空一架 A320 客機10月從墨西哥飛往美國途中，飛行高度突然驟降，要緊急降落。多名乘客受傷，事後調查發現客機軟件可能受到太陽輻射影響。澳廣視記者林志森報道。先休息一陣，下一節翻嚟仲有其他新聞。澳視澳門開啟追劇之旅。你這是怎麼了？你聽着，從明天起，無論誰找你，你都不能出去，包括林玉。
什麼？猜到了。對手逢星期日下晝4點，星期一凌晨1點35分，每次連播2集。Please, this isn't just loyalty to Michael Gregson, is it? No, it's not about that. I loved Michael very much. Well, Master George, I hope you'll be good when I'm gone. No, we won't. Please don't go. Hey, boys. There seems to be so many of them these days. 唐頓莊園第6季，逢星期日晚上10點，澳門綜藝播映。澳門資訊頻道為觀眾提供最新最快嘅資訊，每日特設街市情報時段，為你提供各種肉類、魚類、蔬菜價格，令你喺買餸之前心中有數。You've officially made it through the interview process. I got the job? Not quite. 為咗面試成功，佢隱瞞咗自己性格真實嘅一面。One more step to the hiring process. Sundays on Tahoe Leadership Boot Camp. You know where I'm the happiest? 一個職前考驗，除咗充滿冒險，仲為佢哋帶嚟一段美好良緣。What are you doing? We're going to get caught, and neither of us is getting hired. 你我和那趟山中之旅，今晚深夜12點，澳視澳門。帶領音樂潮流，當紅偶像 K-pop 自強集結。音樂銀河 Music Bank 今晚8點，澳門綜藝。瓷器自古就係中國象徵。景德鎮被譽為世界瓷都，製瓷技藝傳承千年，帶你走入琳琅滿目瓷器世界。新國粹同新一代製瓷人相遇，傳統文化與當代藝術碰撞，煥發新姿彩。紀錄片《我是你的瓷兒》，星期日晚8點，澳門綜藝頻道。翻嚟新聞時間，第4屆葡韻杯葡語歌唱比賽舉行，主辦單位希望以音樂促進中葡文化交流。以葡語演唱嘅七字之歌。澳門賽事教育文化基金會舉辦第4屆葡韻杯葡語歌唱比賽，參賽者以葡語演唱中國民歌，促進中葡文化交流。去年我們在原有的中學組基礎上增加了大學組，並鼓勵參賽者以葡語演唱中國民歌，以促進跟葡萄牙的文化交流，體現澳門的多元、包容和文化的魅力，深受社會各界的好評。主辦單位亦都同澳門大學合辦首屆面向全國高校嘅葡韻杯中葡歌詞翻譯大賽，希望培養葡語人才。澳廣視記者余平報導。有公務員團體認為，特區政府進入新階段，喺新嘅實踐過程中，青年公務人員係公共政策嘅實踐者同創新者，期望透過搭建交流平台，激發青年公務員嘅革新思維。公務人員聯合總會青年委員會舉行新一屆理監事宣誓就職儀式，團體話將會搭建交流平台，激發青年公務員革新思維。青年公務人員係公共政策嘅重要實踐者同創新者，因此我哋會緊密同對接國家相關嘅政策，例如15規劃、特區政府嘅施政重點同長遠規劃，例如未來嘅35規劃，構建更加多元、更加具針對性嘅專業平台。透過專題研討、調研交流、跨領域嘅協作，鼓勵成員式嘅思考，提出具備前瞻性同可行性嘅政策建議。同場亦都舉辦講座，探討一國兩制治理嘅新階段、新實踐、新探索。國家嘅戰略咧，亦都包括大灣區啦，亦都包括深合區等等呢啲嘅呢啲新嘅結合上面，究竟我哋點樣能夠向澳門一國兩制未來嘅實踐係做得更加好？佢勉勵青年公務人員要以更高標準要求自己，不斷自我增值，提高綜合素養同專業能力。澳廣視記者陳樹怡報導。
近年隨住科技發展，人工智能技術加速應用落地，佛山多個部門共同舉辦 AI 應用調研宣傳活動，實地走訪企業，了解行業嘅發展同實際操作。佛山市多個部門共同舉辦2025佛山 AI 應用創新案例調研宣傳活動，對佛山 AI 相關企業單位進行深度調研。呢一間企業將人工智能同機器人技術深度融合，解決農業、醫療等領域嘅實際難題。喺馬來西亞嘅橡膠廠入邊，經過膠粒自動填筒、烘乾處理、智能稱重等步驟，每個鐘就可以生產約13噸嘅成品。過去橡膠稱重嘅環節需要人工操作，確保達到35公斤嘅標準值，但而家使用 AI 檢測同機器人嘅操作，生產效率較改造前提升30%。那我們應該是全球唯一一家為橡膠這個產業提供智能化工廠的一個供應商。那麼我們在馬來西亞的客戶，它是當地的上市公司，去年的話呢，它的這個利潤是翻了1倍，然後市值是翻了4倍。除咗橡膠智能化工廠，公司仲推出咗平衡機器人，俗稱機器牛，雜誌平衡、自主導航、多功能作業於一體，能夠喺野外、工業廠區等複雜環境中靈活作業。佢嘅成本只係同類產品嘅1/4，效率就提升超過50%。澳廣視記者陳麗常報道。西班牙事隔31年之後再次出現非洲豬瘟個案，西班牙表示已經暫停向中國出口豬肉。西班牙農業部當地星期5話，喺巴塞羅那附近發現嘅2隻野豬屍體驗出非洲豬瘟病毒，係當地自1994年以嚟再次出現非洲豬瘟個案。西班牙官員宣布，根據早前同中國簽署嘅協議，已經暫停對中國出口豬肉，並會喺中國宣布啟動協議相關條款之後，恢復非疫區嘅對華豬肉出口。路透社引述中國海關總署文件報導，中國已經禁止嚟自巴塞羅那嘅豬肉入口。呢次事件正值西班牙積極爭取中國市場，希望提升豬肉出口市佔率之際，同時中國亦都因為反傾銷調查對歐盟豬肉產品加徵關稅，歐洲豬肉行業面臨巨大壓力。據了解，非洲豬瘟對人體無害，但對豬隻就致命。澳廣視記者林實心報道。烏克蘭腐敗醜聞發酵，總統辦公室主任葉爾馬克向總統澤連斯基提交辭呈，並已經獲批准。澤連斯基話將會重組總統辦公室。克里姆林宮形容事件可能令烏克蘭同美國談判變得更加複雜。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當地星期5發表視像講話，表示總統辦公室主任葉爾馬克已經提交辭呈，又話唔希望外界對烏克蘭產生質疑，希望消除任何謠言同猜測，因此按照內部決定將重組總統辦公室。而解除葉爾馬克職務前，烏克蘭反貪腐機構搜查葉爾馬克嘅住所，又話搜查行動獲得授權，之後會公佈詳情。葉爾馬克當時話會全力配合調查。今個月初，烏克蘭2間反貪機構披露，正全面調查一間國營原子能公司涉嫌收受1億美元嘅賄賂案。事件牽涉到澤連斯基嘅前高層官員同商業夥伴。54歲嘅葉爾馬克被視為烏克蘭政府關鍵人物，係烏方同美國談判嘅主要代表，包括近期烏克蘭同美國關於俄烏和平計劃嘅談判中。葉爾馬克擔任烏方代表團團長，並說服美方同意大幅修改計劃。澤連斯基感謝葉爾馬克喺擔任談判代表團團長嘅付出，又話烏美雙方代表團將舉行會晤，推進喺瑞士會談中達成嘅各項共識。烏方代表團將做好充分準備。克里姆林宮形容烏克蘭嘅貪腐醜聞巨大，可能令烏克蘭同美國嘅談判更加複雜。與此同時，俄羅斯總統普京當地星期5會晤到訪嘅匈牙利總理歐爾班，討論烏克蘭和平進程同匈牙利能源供應等議題。普京讚賞匈牙利喺烏克蘭問題上秉持嘅平衡立場，並且話若果未來俄美元首舉行會談，願意以匈牙利作為會談地點。
澳廣視記者周麗儀報導。體育方面，全國第12屆殘疾人運動會暨第9屆特殊奧林匹克運動會將會喺12月8號展開，有唔少競賽同大眾項目已經提前進行。全國殘特奧會將會喺12月8號到15號舉行，一共有46個大項，殘運會佔37項，而特奧會就有9項。同全運會相同，亦都設有大眾項目，部分比賽提前進行，包括喺深圳體育中心體育館舉行嘅羽毛球大眾組。比賽規則、場地要求同殘奧會羽毛球項目一致，設有單雙打、站立組同埋聽障組等比賽。至於競賽方面，亦都有部分項目喺12月8號正式展開前已經決出成績，包括場地單車、跆拳道、鐵人3項等。其中澳門代表許朗喺早前嘅公路單車已經獲得銀牌，而澳門賽區方面會承辦殘運會同特奧會2個羽毛球項目，將會喺12月9號展開，分別喺綜藝館同埋澳門東亞運動會體育館舉行。以東道主身份出戰嘅澳門會派出15名運動員參加羽毛球項目。殘特奧組委會已經喺星期5晚通告，因綜合考慮各方因素，今屆嘅全國殘特奧會原本星期6舉行嘅火炬傳遞同埋12月8號嘅開幕式活動取消，待賽事結束之後舉行簡約嘅閉幕活動。澳廣視記者唐慧賢報導。本台今晚會直播一場足球賽。澳門體育喺夜晚11點15分直播西班牙甲組足球聯賽，巴塞羅那主場對艾拉維斯。屆時澳廣視網頁以及移動裝置應用程式會同步直播，敬請留意。世界汽車拉力錦標賽沙特阿拉伯站，法國車手科莫斯第3個比賽日過後繼續領先。第3個比賽日共有5個賽段，全長141.72公里。年度總冠軍嘅競爭依然激烈㗎。賽前喺車手榜領先嘅伊雲斯原本依然同奧基亞難分高下，不過去到第11賽段遭遇爆胎，損失超過1分半鐘時間。呢日只能夠以第8名完成，名次就唔係重點，要比8屆總冠軍奧基亞更快完賽，先至能夠首奪佢夢寐以求嘅總冠軍。奧基亞呢日都並唔係一帆風順㗎，喺最後幾公里右後轆爆胎，總成績落後科莫斯1分15秒2，以第6名完成。拉脱維亞嘅沙克斯全力衝擊本年度最後一個分站冠軍，喺第13賽段過後暫列第1位，只係科莫斯都能夠收復失地，以2.4秒嘅優勢壓過沙克斯，繼續喺沙特站領先。最後一個比賽日，前5名有最多10分額外積分，成為爭奪年度總冠軍嘅關鍵。澳廣視記者毛偉強報導。轉睇天氣預測，今日天氣乾燥，天晴，部分時間多雲，吹3至4級東至東北風，氣温約為攝氏14至24度，相對濕度介乎30%至80%之間，各區最高空氣質量指數係70至100之間，水平屬於普通。呢節新聞報導完，再會。厄爾尼諾現象會改變洋流同埋天氣模式，特定海域會出現怪獸一般嘅巨浪，對滑浪運動員嚟講夢寐以求。節目跟隨運動員追風逐浪，體驗挑戰人類極限嘅過程，追逐猛獸之厄爾尼諾。今晚10點，澳門綜藝。